我哋 Supply 由創業以嚟，見證住香港營商環境各種大大小小嘅轉變。隨住科技不斷進步，我哋不斷思考點樣與時並進，透過利用現代科技嚟協助客戶將資源最大化嘅同時，為我哋嘅服務注入新動力，開拓更多商機。因為呢個諗法，我哋喺2024年決定加入 Odoo， 成為佢哋嘅合作夥伴。可能有人會問，設計一套 ERP 系統係咪要投放好多時間同金錢資源呢？但自從認識咗 Odoo 之後，我發現數碼轉型一啲都唔複雜，仲可以好靈活添。作為一套 Open Source ERP 軟件，佢嘅內置功能已經覆蓋咗大部分行業嘅基本需求。Supply 憑住喺業務投資同唔同行業嘅豐富實戰經驗，配合 Odoo 強大嘅預設功能，再加埋客製化設定，就可以為香港嘅公司提供一站式嘅營運同財務方案。我哋以科技為主導，利用 Odoo 設計 Business Process as a Service 同提供 Set Enabler 同 Set CFO 服務，咁樣就可以幫到本地嘅中小企用最經濟嘅成本，將業務流程外判，同埋享受到最專業嘅 ERP 系統。成為 Odoo 合作夥伴之後，我哋可以享受到有關系統開發同銷售策略嘅獨家培訓課程，從而幫到客戶設計佢哋專屬嘅 ERP 系統。透過定期同我哋嘅 Odoo PM 開會同埋參加官方活動，佢哋仲會成日轉介客戶，生意就唔使愁啦。無論你係從事 IT、金融服務、貿易、物流定係其他專業服務， Odoo 都可以同你一齊拓展生意版圖，仲幫到你嘅客戶將複雜嘅營運流程變得簡單流暢，一齊創造出一個以專業為本、由科技推動嘅生態圈。我係 Chris， 我哋 Supply 喺短短1年裏邊已經用 Odoo 成功幫超過20幾間嘅香港企業數碼轉型。你準備好未？